甲10万块的奖金抱回去。公营到转来，等你来报名哦。准备要来看工啊！万路行动。慢慢去，慢慢去。老师，你也讲过哦，用快点。希望大家吼有输无输来坐巴士吼，咱即马行的这条路就是等来走厝的路。有输无输，坐巴士。这是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30日AM新闻，我是陈家豪。新闻一开始，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针对走私粉的案件，总统府对外说明，府内无人买粉。北检今仔日也派5名检察官去国安局。台湾的鸡肉根据 CAS 有标示日期进口的说无，是标署要求业者爱自我管理。今仔做网络银行名单已经出来啊，上紧8个月后会当来服务民众。头先咱来关心走私粉的案件，总统府今仔日有来说明调查进度，强调讲这个自称名单有82人来买粉，其中有1个人买上济，而且是买1000多条，也讲到总统府内以及着国安会无人员来买这个免税粉。北检也交出这个吴宗宪交出这个几百人做回买的名单，今仔日搁再派了5个检察官到国安局来询问相关的人士，无要排除会团华航董事长贾世谦，以及着调集的资深副总罗雅美，以及着空品部副总区江信3人来说明。诉讼案继续谈，总统府专案小组清查了后，30岁名调查的进度，已经知影有82个人买粉，其中1个人买1000多条，阁有8组买1200多条的大货搁咧查，总共掌握将近9800条的购买者，其中受贿室定将近5000条，国安局和县市部嘛伫当中。初步确认，本府跟国安会并无政务人员、机要人员来参与上述的免税烟品购买。北检这2天继续甲国安局长场地，第2到侦讯至少20位订婚的国安局人员函数去了后，35位检察官再度去国安局，以临时侦查庭的方式审问涉案人。因为吴宗宪交出上百人的团购名单，北检希望透过不断侦讯来厘清疑点。未来嘛无排除团贩华航的董事长贾世谦，以及被调一个资深副总罗雅美、空品部副总区中信。我们尽快把这个事情查清楚当然。查清楚事的依据，当然是以这个证据嘛，证据为依据嘛。我大概执行总统选举任务的华航主管30接受公布的专访，讲到全飞机敢若只有总统无买免税商品，引起共飞机的立委真捣蛋。华航虽然回失礼，不过立委嘛是讲要提高。所以在飞机上，他们多多少少都会买一点。所以总统捐赠的免税品可能会准备的比较多一点。确实。像总统有买吗？好像全机就他没有买。至于是亲自要去提告，或者是委由律师提告，我们还在研究当中。甚至呢，其他委员也有可能要告的一个做法，所以搞不好会揪团去告哈。国民党团嘛继续出招，公布蔡英文政府的政治后下名单，批评蔡政府用人干那看色彩，无看专业。阁有国王人马当局丁家良的派系假新华航，才会闹出私分案。这个事件却显露出民进党
执政3年来力营盘根错节的大胆人事酬庸、派系分赃。对那样指控，黄仲元回应讲，这拢是政治语言，无意义。即马紧彻底调查长久以来的歹习惯，或者是弥补制度的漏洞，才是基本原则。记者综合报道。日前韩国瑜比如家己甲蔡英文来对比，是水果刀仔比西洋枪。苏贞昌就随讲，炸刀仔是违反规定，爱抓起来。韩国瑜也今日讲，也在抓刀仔要来切果子，叫苏贞昌紧来抓。苏贞昌也回应讲，韩国瑜是规喙的酒味。不过韩国瑜也来回应苏贞昌讲，伊自伊做高雄市长以来，就唔捌食酒醉过。水果，哎呦，好。拿了水果刀，就请苏院长来逮捕我吧。韩国瑜摕水果刀仔伫切水果，佮加行政院长苏贞昌，因为进前韩国瑜讲家己的选举资源甲蔡英文比起来，根本是西洋枪对射击水果刀仔。想袂到苏贞昌所来甲伊应讲，若是真正要炸刀仔，就要依法来处理。苏贞昌院长哦，实在连基本的幽默感都没有，讲话都是酸到不得了。大家都懂得幽默，只有韩市长不懂，但是。讲话老是江湖味，开口就是酒味，这也就不好。互相加讲，对方袂堪你讲生笑，看到韩国瑜超过一表演切水果来改压，苏贞昌嘛毋是塑胶做的，摕解决的话题来甲呛。国民党自己的中评会主席团要求要戒酒，这真的破纪录，我们也真的开眼界。身为高雄市市长，在这个职务上，不可能喝醉一次都不可能醉。有时候唱唱歌，有的时候原住民的舞蹈，这都是一种快乐，不要把它想到好像去酗酒。韩国瑜强调讲，啉酒应酬，干那是要制造快乐的气氛。代表国民党参选2020，呼求的人选是大家拢真注意。包括外界点名前行政院长张善政表示，已经同意来做国政顾问团的总调，互韩国瑜去找更较适合的副手。若是国民党目前的整合危机，就是郭台铭的后一步。若过分正义老虎军团发起联署。就连郭台铭因太太周伯阿兄嘛伫南投号召要支持郭台铭主动来参选2020的总统大选。不只有南投的部分，有蛮多地方的人也有一直不断发出说阻挡的声音。那我想，各式各样的党民也都有，没有任何的讨论是有关于这个。郭台铭2020的动向不明，毋过伊人伫咧国外，佮特别普人面册来讲健康的产业，佮讲真思念台湾。好业马总真辛苦，到底是要回应支持者真热情的消停，还是要选择离开国民党嘛？一直受到大家的关心。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甲民进党因总统大选的人选拢已经出来呀，也台北市长郭文哲敢有要选总统呢？今摆也有风声伫咧讲，郭文哲若是甲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来合作，只要郭文哲宣布要来选总统，黄国昌就会来争取台北市长的补选。不过郭文哲今日表示讲，因两个人已经真久无见面啦。台北市长郭文哲穿原住民的衫，甲上阵伫台顶比手达，算甲真欢喜。毋过想到到要参选2020总统，郭文哲一直无互大家正确的答案。即马就有桃园市议员表消息讲，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打击备案真欠，毋过所拢无来批评郭文哲，就是因为伊要甲黄国昌来合作，若是要参选总统，黄国昌就准备要卡台北市长的位。我很久没有看过黄国昌了，不晓得，我都没遇到过他，然后看他合作什么，我不晓得。如果他来选台北市长呢？我都还没走，你们就人家哇这阿哥的嘴，你们都已经在想了。讲到甲黄国昌合作，郭文哲是滴滴嘟嘟，就连甲前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到底是要过官配，还是革命第三势力？面对媒体问话，郭文哲嘛是共款，三两个也就甲准过。每一个要选的都要回答这个问题啊，又不是只有我才会问的话。这个是这样的哦，这个我也不晓得。郭文哲强调讲，伊找当郭台铭倒来这个讲，郭台铭的幕僚嘛讲，甲台北市政府顾问蔡碧如有联络。郭台铭回国了后，嘛会举办卖奖见面会。各种的动作嘛，互人想到讲，当来初选失败了后，郭台铭真积极伫找2020东山再起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
继续来关心香港反送中的情形。昨晚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头摆来回应反送中的问题，也毋过这个收煞的问题，也是拢一直无解决。也有这个示威者今仔透早伫地铁、景岭吊站以及着北角站，也来发起着唔合作的运动，要来阻挡这个车门关起来。公务人员也拍算伫礼拜五下班，要来中环来集会。有民众号召讲，要伫后礼拜一发起了全港大罢工的活动。不过，根据上新的民调，特首林郑月娥的施政满意度又搁再落到较低咯。香港的青少年穿乌衫，在一个车厢甲月台中央，车门拍开搁关起来，现场的状况是乱七八糟。透早8点左右，示威者发起港铁不合作的运动，趁上班时间，伫条景岭站、北角站，和运输卡掉咧袂顶袂动，列车是超过1點鐘攏無法度出發。你覺得有冇受到影響呢？梗係絕對有啦。點解嘅？咁你中意咁樣翻工咩？你中意咁樣過生活咩？又唔出得街，又唔想出街，又唔整咩？但係你要翻工就要翻工㗎嘛。I have a meeting at 10 and it's 8 a.m. now. I think my work and meeting could wait, but our freedom, safety, and human rights are taken away, and that can't wait. 乘客有的人认同，有的人反对。港铁尾也派免费的巴士来甲因接，而且公布月台面顶的紧急指令，共跳过一次76届，车厢内底有74届，造成现场乱七八糟。部分人士想表達意見，但對於佢哋嘅行為令到列車服務受阻，影響其他乘客，我哋表示遺憾。香港民眾自6月份開始大規模抗議倒換條例修法，外界原本真關心抗爭敢會對香港政府宣布暫停法案怎來結束。毋過7月2日，港鐵元朗站發生被3人來拍民眾的事件，還有27日被元朗甲上環集會了的經濟現場，互警民的衝突愈來愈重。香港政治秘書長黃之鋒佮轉達一條民眾去互催淚彈燙着，規支手攏澎湃相片，互伊感覺真毋甘。而到中國國務院港澳辦第一屆回應反送中示威，毋過佇學者看起來，記者會面頂講的話，甲真正看起來根本就無啥物無共款的所在。我之前已經說了，就是不能期望這個港澳辦這個記者會有什麼突破性的一些說法。記者會的目的呢，都是這是問題，向這些人表達一些訊息，就是這麼簡單。有評論認為，記者會是派級數較低官員的出面，意思就若像公布要予特首林鄭月娥秘書，而且香港民意研究所閣一概發布上新的民調，林鄭月娥的滿意度閣破紀錄，滿分100分，敢若剩30.1分。反送中抗爭無因為港澳辦的回應怎來變好，公務員嘛擋袂牢啊！預計要佇這禮拜5集會，甲民眾做伙，而且一直到後禮拜一，逐工攏有示威活動，閣有人號召全香港大罷工，還閣有大塞車2點控。不離個出團出講，警方會出動水炮車來甲人趕走。7月30這天，水炮車是駛去青山公路來進行路面試驗。記者綜合報道。除了有實體銀行以外，踮咧日後也閣有一個敢若佇網絡的銀行，也毋過這個純做網絡銀行允准設立的名單已經出來哦。由金管會主委顧立雄佇記者會內宣布，由將來銀行、樂天銀行以及着LINE3間來摕到敢若做網絡的銀行牌。顧立雄也講到，照韓國的經驗，上近8個月後就會當看因來服務民眾啊。審查5個月，台灣走向純網絡銀行的時代。金管會主委顧立雄宣布，LINE Bank、樂天銀行、將來銀行都摕到純網絡銀行的執照。連線銀行，大家都很清楚，它是社群媒體，那所以它所表達的目標客群呢，就是 LINE 的社群跟 LINE 的生態圈的使用者。將來銀行等於是一個它的大股東就是中華電信嘛。樂天銀行的部分呢，它目標客群是說是35歲到50歲的白領階級。金管會去年正式開放台灣設純網絡銀行，迄當陣3間業者有意思，資本決議發出2張執照，結果因為雖然有部分款的優勢，3間攏被選掉。親像比講是國家隊的將來銀行，是由中華電信和廣告銀行調峰全聯成功開機聯手出擊，溝通結果有廣告在內，閣有中華電信的資安能力，以及上千萬用戶，真受台灣民眾喜歡，而且有2100萬用戶的 LINE 是選擇和台北富邦銀行、中信、聯邦、渣打。
结合。伫日本已经成功有孙万乐银行经验的日本乐天银行，是找股票金控进行合作。郭立雄表示，孙万乐银行无实体分行，只有找出创新客户服务的方式，才会当和传统银行竞争。但是伊嘛强调袂当抢收强。纯网银在一些业务范围内，因为它没有实体的分行，所以它当然有一些成本会相对来讲会比较低。就是说它不计自己的这个资金成本、营运成本、合理利润等等，不太能够允许进行所谓的掠夺式的竞争啦。郭立雄强调，因为孙网络银行是大量运用网络系统管理，治安和个人资料保护更加重要。只要风险控管了好，国际上相关的孙网络银行业务拢会当演绎比较开放。但是依照韩国的经验，近18个月，上万20个月，就当看到台湾孙网络银行正式上线。记者综合报道。根据金管会的统计，国内银行的分行这个数量已经受连续5年拢伫咧落，也真侪银行的分行，以及店面租用若到期拢无要继续爱做落去咯。也即马也出现着敢若伫网络银行是无店面的。有学者认为讲，敢若出现伫网络要来服务人客，一定要有别人无的服务，人客才会适中。打开手机的应用程式，只要输入基本资料，搁再传相关的证件资料了，民众免走实体银行，就当完成银行的开户贷款。平时人太多，就是网络上办比较方便。如果不小心网络被盗用，或者是 ID 被盗用，那基本上就会有一些财务上的损失。孙网络银行上早是自英国、美国开始，因为一寡国家所在看将在偏远地区的自动柜员机甲分行无普及，所以透过孙网银服务。台湾孙网银开始了，除了改变过去民众对银行的印象，也影响金融市场版图。因为是经由网络行动装置 APP 进行，无实体银行无时间限制，随时会当使用，缩短走流程审核的时间。尤其是金融科技时代来临了，国内每一间银行除了有网络银行，这几年也有数位银行品牌，拢影响真侪银行的分行租约到期了，无搁再续约。金管会统计，分行数已经自2014年的3460间，降到今年5月3398间，连续5年下滑。分析师认为，在市场竞争下，孙网络银行初期若要吸引人客，一定要拍价销战。它必须要先抢占市场规模，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它一定要先从所谓的提高利率来拉存款户做一个基本的 base， 然后呢，再来就是压低它的放款利率，还有减少它的手续费，这些的价格竞争，还能吸引到第一波的新客群。不过分析师也讲，价销竞争的模式抢人客，唔是好的长期策略，是让提供差异化的服务，开发创新的产品，甚至是结合电商。增加用户的使用度，才能帮助产业正向发展。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台湾各地头的消息。中型病毒因为在5月中的时阵，一阵大雨落来断去，一个粪扫蹲伫咧福寿山粪扫转运场是蹲归堆。台中市长罗秀燕顶礼拜也亲身来到梨山来看卖，伊讲会动用100万的预备金来斗相共清走粪扫。不过在地团体也认为讲，应该针对较远的山区，应该设一个粪扫的重点。规堆的粪扫蹲甲敢若山共款，怪兽也阁继续愈囤愈悬。无想到讲，这是真有名的景点梨山的福寿山粪扫转运场。当地民宿业者讲，热热期间游客多，粪扫也多。在当地也有消费嘛，买个饮料啊，手摇杯买个饮料都会知道说很多的垃圾嘛。梨山地区伫咧暑假旺季，一天有12吨的粪扫量。就算是普通时平均一天叫8到10吨，转运站的上大用量是800吨。不过自5月中开始，台北线连3次变多，因为大雨中断，互粪扫量增加到650吨。市府虽然考虑过落山的路较稳定的宜兰，不过处理费用每一吨超过2倍。跟立泽那边来做沟通，那他按照他们的收费标准，就认定梨山是一个外县市的废弃物进到立泽焚化厂去焚烧，所以必须要收到2000多块钱的这个处理的费用。因为梨山是台中市辖区，也是再到台中的后里焚化炉处理，不过每礼拜上落山只敢拿12吨，速度无法度消化现有的粪扫量。在地民间团体实地去看，
在这个山附近的山沟，四月拢是乱弹的粪扫，讲政策需要调整。如果那里有一个垃圾集中点，我可以4天5天的垃圾量集中了，然后再带到集中点去放置，垃圾车来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再往这个福寿山农场来集中。在地团队讲，粪扫车只敢若驶伫咧第7线甲第8线主要干道。因过大梨山地区是偏远山区，粪扫车无一定会驶起来。再加上粪扫无落地政策，居民无法度赶到清运的时间，造成粪扫问题严重。市府讲会动用100万的预备金来协助清运，也会甲居民研究配套的方法。记者综合报道。伫高雄的南青计划区，要推动新材料循环产业园区的计划，不过当地居民是非常的不满，讲这个屯海驻地工程无照宽平的纪律，屯7公尺悬，颠倒是比海边面更较低，无赞同政府所提这个开发案，也讲到高雄市政府的环保局是家己台探北来，审查是有问题。当地居民提出相片指出，这批填海造陆形成的南青计划中庭计划，高雄市环保局原本应该依法来填7公尺悬，但实际去现场，四界拢会当看到土地落落比海平面低。环评法是要高于海平面7公尺，它是海平面以下，所以说不合环保法规。居民不满这块土地一度讲要开发为自由贸易港甲游艇港，最近佫讲要推动新材料循环产业园区，根本无顾地方居民的感受。最近高雄市环保局提出变更案，表示要停止环境监测计划，因不满环保局纠环兼裁判，家己提案佮家己审，要求应该刷予中央环保署进行更较严格审查。他现在一错再错。就是我们的公部门一错再错的，还要再继续规划。但环保署表示，是不是要交由中央搁咧讨论？对环保局无依照环评结论填7公尺悬，嘛表示这属于地方权责。那我们会就他提供的资料，我们再来进一步再来厘清确认这个案子的审查权是应该是归属于谁。地方居民要求高雄市环保局讲清楚，为怎样唔遵守环评结论，即马所提出变更是要寻求解套吗？伊嘛呼吁迄个所在爱继续来监测下涵的情形，嘛袂当凊彩来开发。记者林俊梅、曾志成台北报道。热天时啊，真侪人要出去佚佗，咱拢爱注意。伫台中丰原有民众伫咧网络参加一个旅游业的中人所办的国内旅游，自今年4月开始就发生状况啊，甚至出发当天才互临时取消，退钱的过程也是挨杂杂。消保官也表示讲，消费者若要参加这款的旅行，一定爱签定型化契约，才有保障。一群人欢欢喜喜出去佚佗，算算的超有真百个。台中市丰原区民众透过洗出来中人组旅行团招团出去佚佗，不过最近去用投诉讲，洗出来中人拄今年4月底开始出团的状况都无正常，而且有的人佫到要出发迄天，才知影讲规团去用取消。然后他都没有询问，我们就直接说取消。那我们那时候我们当时就跟他讲说，那我们12个人愿意取消部分的行程，还是一样出团。那他给我们的回复是说，已经满了，没有办法。被害者伫人面册指出，真侪人是透过招团来参加洗出来中人的旅游行程，包括国内旅游，还有外岛行程。不过，一个洗出来中人到今年5月份，互取消的行程都有10外团，累计欠的金额嘛超过12万。民众想要退钱嘛，互伊安尼一直钱。他办的行程大概就是1日游、2日游、3日游，游览车揪团的这种形式最多。都是国内吗？都是国内，但是也有到澎湖、金门的哦。消费者只是跟一个私人达成一个合约，那这个合约的内容，其实万一业者不履约的时候，消费者可能只能寻求民事诉讼啊、消费争议这边来去协商。经过协商，这个洗出来中人已经甲今年5月20进前欠的钱豆豆摕回去，不过摕回来钱还佫有争议，还未解决。消保官表示，这个洗出来中人毋是合法的旅行社，嘛毋是品保协会成员，干内当用消费纠纷来协商，嘛呼吁民众网络招团出去佚佗有一定的风险，毋若爱选有品保的旅行社，嘛应该爱有定型化契约甲行程，才会当保障消费者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府城有股味，泰国的也来遮拍电视，当去报送也是枪甲兵器。
根据着这个台南市的管旅局的统计，2018年新南向18个国家的旅客来到台南佚佗是要260万人次，比2年前是增加45%。未来也继续来宣传，吸引更较侪东南亚的旅客来台南佚佗。不管是赤坎楼、新隆街等景点，还是台南知名的冰果室，全部拢出现在这支影片当中。แหล่งเรียนรู้ประวัติศาสตร์ของชาวไต้หวันกันต่อครับ泰国影片的团队在今年4月份是主动来问建议的景点，台南市府嘛全力来协助，包括赤坎楼、安平天后宫、安平树屋，这处入面的景点拢启用翕入，大大是提升台南的能见度。台南市府观光旅游局是强调，根据交通部资料统计，今年就半年度，泰国来到台湾旅游的人次是达到20万5千人，甲去年同期比较新涨3成。而台南市府嘛前往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越南等国家来宣传观光，对这次合作就会使看出成效。协助这个翻译跟地陪的意愿，那也有主动介绍一些我们台南的景点跟特色。那之后电视台评估下来之后，觉得说台南是真的很，是一个值得去深入报道的地方，所以他们决定就是之后所有的全程拍摄都在台南这样子。台南市观光旅游局是讲，2018年新南向18个旅客人次是已经达到259万新悬，比起2016年增加45%。未来除了加强在泰国当地宣传之外，更会加紧脚步完善旅游的环境，让外国的旅客感受到友善的旅游环境，甲台南独特的城市风情。记者王正云台南报道。继续来关心国际新闻，一台巴基斯坦军用训练的飞行机，30暗时的时阵，伫咧东部城市拉瓦尔平地进行训练时阵，却向跌落去人的人家厝，造成了火灾。上无有12名的民众甲5名训练机顶的组员来死亡，而且阁要20个人来受伤。飞行机落落来事故，伫7月30半暝发生伫拉瓦底平地区高级军方社区边的散石庄仔头摩拉卡路，至少造成3栋建筑物害甲真严重。军机的残骸嘛也甲开死架，飞行机面顶2个机师、3个军人，阁有涂骹10外的民众当场就死去。另外阁有要20外人受伤送病院。政府伫2点钟以来甲火拍花，嘛找到所有的受害者。大部分的人拢是去用小事，或者是去用倒去的厝来地势，而且上可怜的是，阁有一家火车的人全部拢过身。2 बजे वाकया हुआ है। जब हमने देखा है अपनी नज़रों से साथ देखा है तो पीछे से जहाज की तरह के थोड़ी थोड़ी आग का महसूस हो रहा था और तकरीबन 10 से 2 से 3 सेकंड का वाकई था कि ये जहाज जो है ना गिरकर हमारी आंखों के सामने बिल्कुल तकरीबन 7 ही ये मकान थे हमारे, 4-5 मकान छोड़ के 5 नंबर पर मकान था, उसमें जहाज गिरकर ये तबाह हो गया। ये हमने जाग रहे थे और हमने खुद देखा था जो इधर से गुजर रहा था ना हमारे कमरों के ऊपर से जहाज को पहले से आग लगी हुई थी。天光了后，部分的厝甲残骸还搁伫清验，军方继续伫收集飞行机的碎片，而且检查现场。部分受害民众方逼讲爱离开厝里，嘛敢会当走伫边仔来看。根据巴基斯坦军方发表的声明，军机是伫咧进行飞行训练时阵摔落来，毋过无说明失事的原因，或者是军机的型号。嘛指出，因为部分受伤的人状况真严重，死亡的人数阁有可能会增加。巴基斯坦的飞安不良，这几年以来一直发生飞行机甲直升机摔落来的事故。这个事件阁互军方加一条无好看的记录。记者综合报道。红棒会造成60外人死伤的日本京都动画，进前也传出好消息，就是在办公室1楼电脑的设备无去互大火烧歹，也无互这个拍火水伤害。经过抢救了后，这寡已经过往的员工创作资料也拢总留起来啊。白色木棚内底来追逃的民众，甲未来饮料甲火放伫桌顶，为牺牲者默哀。日本京都动画18号发生嫌环放火，造成超过30人死亡的惨剧，到即马已经要2礼拜啊！在日本国内甲国外支持者捐钱甲加油之下，即马总算有好消息传出来啊！1階にあったサーバーは焼損を免れ、一部の原画などのデータが残っていたことが分かりました。データはすべて取り出せたということで、整理した上で今後事業の継続に生かしていきたいとしています。
失去真侪优秀员工的监督单位，29号嘛伫网站面顶用日文、英文、简体中文、繁体中文、韩文、加德文拢总6个语言发表声明，表达对支持者的感谢。社长是真感性的讲，各位心意对大力甲黑暗抗争的咱来讲是无法度代替外靠，未来依然会制造充满梦想、希望甲感动的动画。另外，警方嘛继续调查嫌犯亲眼真实放火原因，因为嫌犯嘛伫火灾内底受伤，阁无法度真实，敢若会当根据看到事发人的讲法来进行调查。 오늘 작은 파쿠탄다みたいな社長とにかく社長呼べ言うてた。嫌犯有可能是作品互人抄起而放火犯案，也过经过监督单位确认，公司捌举行的目前搜出来个内底，并无找到嫌犯的作品。警方敢若会当搜索嫌犯的徛家，甲找到所有甲监督单位相关的物件，甲技术创作用的古纸，拢早都登去调查。事发了后，为全球各地来募款，嘛已经超过10亿个日票。 监督单位表示，这钱会用在罹难者的家属、伤患甲公司的中间面顶，未来嘛会公布内容，互关钱的人了解钱的用途。记者陈世龙报道。 人讲入虎口无死嘛乌拗，在7月29是世界老虎日。不过，这个全世界的虎数量是一直在减。在咧亚洲甲罗西亚，可能敢若剩3900多只。印度是公布4年一摆虎的普查，讲即马有3000只的野生虎，比4年前的调查是搁较增加33%。 伫德国比林的动物园，8月7日要为园区内面4只苏芬达拉虎仔囝举办一回生日会，因拢是用要坐种的虎仔种，因为车体减少，所以将虎安搭伫咧动物园保育，伫未来会愈来愈重要。目前全世界野生的苏芬达拉虎差不多剩500至600只，世界自然基金会估计，遍布伫亚洲和俄罗斯的野生虎差不多3900只，不过因为中国爆发非洲地震，和虎的生存威胁也对咧增加。 который может перейти границу и привести к массовой гибели кабанов, основного корма для тигров России. 印度是伫世界虎仔日这一天公布4天一届的虎的普查，4天来当地野生虎数量增加33%，对2226只增加到2967只。印度变成全世界上安全的虎栖地之一。印度政府对10个月前开始关心虎的数量大减的问题，并且分化国家公园做保育工作，立法规范逮虎就是犯罪行为等等。实际上，印度虎伫咧将近半世纪进前的生存情形真歹。1970年代，人和虎的冲突增加，松纳草原等等栖地大量减少，人类嘛和野生动物像讲虎也是像杀害。根据政府资料显示，每天至少有1个人和虎也是像杀害。这两种动物，如果是印度比例上多。What is important is a more proactive approach to manage this coexistence interaction. Whenever tigers are dispersing through landscapes which are crowded, there has to be more proactive measures. 不过，印度东北部和东部的车地私家而成，虎的数量比2014年较减少，松林栖地缩小，虎的生态环境真脆弱，有可能是主要原因。另外，虽然无经过证实，到即阵有关有人认为象牙虎骨是珍贵的中药材，有部分地区有关有人咧非法偷猎。记者综合报道。 总统蔡英文今日接见美国甲英国的议会访问团，希望台美以及着台英的关系会当搁再深化，也希望台湾甲英国的自由贸易协定会早量早开始来对谈。虽然讲台湾即马伫咧拼国际声势，不过即个中国啊，也是咧悠咱的骹，也希望讲即个友邦所罗门群岛爱外交转向中国。 不过，外交部今日也来回应讲，台湾甲这个友邦的关系是真在。这个美国加州众议会议长纳杜安一日人来台湾参访，总统蔡英文先表达感谢，因为纳杜安唔来台湾教英文，更加支持台美关系，更真照顾加州的侨民。台湾是加州全球第7大的贸易伙伴，那么双边的贸易金额每年达到200亿美元。 那台湾的企业对加州直接投资的金额已经超过84亿美元，期待未来我们在各个领域关系可以更加的紧密。
这个美国议员团来台湾考察高铁等重要的基础建设，蔡总统嘛感谢美方伫出访过境期间予伊的礼态。蔡总统7月30日嘛接见英国议会团，希望台美甲台英都会当继续互关系变亲。那么为了持续推动双边经贸的发展，我们希望能跟英国尽早针对未来洽签台英自由贸易协定或者是双边投资协定展开先期的咨商，共创双赢的局面。英国新任首相强生上任，总统嘛希望讲双方会当有更较侪交流合作，要来拼外交成果。不过最近友邦所罗门群岛传出讲要甲台湾断交，当地媒体去报道讲，中国国外已经表示愿意甲所罗门交往，就等待外交转向中国迄边。请大家其实是不用担心的，因为台湾跟所罗门的邦谊基本面是稳固的，那各项合作计划也是进展的相当的顺利。外交部强调讲，台所关系真稳定，因为所罗门政府进前组成专案小组，要来检视外交关系，预计伫8月份去中国，而且嘛规划要来台北。确定的时间点，所罗门政府还未决定。不过外交部表示，目前嘛是会继续拍拼两国合作的关系。记者综合报道。时代力量立委高路伊勇，和绿党亚光伊办公室的助理申请经济部的补助400万，违反着涉法规。不过立委本人加伊的助理拢来否认这项指控。时代力量下晡也有来开会，也讲若是有违法，会送到立法院的纪律委员会来调查。立党伫面册破文野了，今年1月，经济部公布民间团体伫偏远地区设立绿能发电设备协定名单，结果得到200万补助的2个单位，负责人竟然是时代力量立委高路义勇的办公室助理。外界质疑高路伫立法院担任经委会，所违反立会比法，提400万补助。除了我说的这2个用你的助理名字申请的计划之外，请问高路义勇委员，另外3个计划跟你有什么关系哦？加起来总额是1000万，希望您能也说明。针对争议，高路义勇29暗发表声明，强调是不实指控。30早起办公室大门拢锁咧，无人回应。助理陈文德是以书面声明表示，身为原住民族人，积极投身公益，这拢是依法申请，伫法律有依据，否认指控。时代力量也表示，若是有影，会请高路私调立委。下晡嘛召开纪律委员会，表示经过查证，确实违反立法委员行为法，会请党团移送立法院纪律委员会调查。但是高路本人又完不出现。如高路义勇委员于规定期限前未能提出说明，本会将尽自依目前掌握之事证进行决议。是在法律通过，但是正式公告实施的中间那这一点是不是有什么相关的责任或义务？那我们会跟法务部来确认，说这一部分是要做怎么样的处理。经济部是表示，一切申请的天数拢符合规定，但是陈文德确实是无主动讲出和高路的关系，身故制度之间的法律解说，且发布无说明，后续则看要安怎处理。时代力量是希望高路会当伫咧31下晡5点进前去当中用说明厘清真相。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个秋行军堂，伊夜情是搁再摊开咯，连金门的高粱也着这啊。农委会应变小组今仔日接到金门县政府动植物防疫所的通报，伫咧高粱田发现到这个秋行军堂伫咧危害，这也是番麦田一直到百慕达草皮了后，发现到咧秋行堂伫咧这危害，也是头一个这个高粱田来着病。根据通报，这个高粱田伊总面积是120公顷，这个田区目前受害大约是3成，目前是受到这个通报案件是干那单一面积来受害，防检署会赶紧来甲除药啊，也赶紧公布着10项药啊，会当提供予农民伫咧高粱田来防治秋行军堂，也希望农民会当来注意。根据着 CAS 肉品的规定，国内鲜鸡肉爱写清楚是当时生产，是当时到期。政府煞对这个进口的鸡肉无来统一的管制，国内饲鸡仔业者也来တင်情，希望进口会当做伙来管制。不过，卫福部的食药署来表示讲，进口肉保存的环境是无相同，日本甲欧盟也无相关的规定，敢若会当要求业者家己来自我管理。
伫卖场内卖的国内新鲜鸡肉，包装顶悬清楚标示制作日期和有效期限，符合 CAS 食品规范。即马有国内饲鸡业者甲农委会甲食药署申请，希望要求进口鸡肉嘛要统一标准，标进口产地屠宰日期和有效日期。但它解冻之后，却没办法让消费者了解说它的出厂日期是什么时候，也就解冻完了嘛。那这个是目前存在台湾的消费者对进口鸡肉最大的疑虑就在这个地方。屠宰工会表示，国产鸡仔对鸡爪出厂就直接标日期，认为进口鸡仔嘛应该比较办理，保障消费者权益。国产鸡依照 CAS 规定，有效期限冷藏肉保存7天，冷冻肉保存1冬。但是目前国外进口的鸡仔有效日期拢业者家己标较侪，国内饲鸡仔业者要求明定进口鸡标示产地、包装日期和有效日期。禽肉行销协会是认为屠宰日期真歹对数。包装的日期，我就包装日期要标。还有就是我的有效日期要标，那个屠宰日期就不标了。目前农委会接受业者申请，偏向统一明定规范，但是主管机关卫福部食药署是表示，爱国再建议。希望食药署也要求这个店家能够特别注明他使用的鸡肉的原料，这到底是国产还是进口？像日本啊、欧盟啊、这些国家目前是都还没有相关的规范，因为有效日期也有可能受到比如说环境的一些影响啊。食药署表示，因为进口肉品保存环境无共款，即马有效日期要求业者家己规范，而且目前附近的国家日本、欧盟嘛拢无相关的规定，会搁再建议记者综合报道。肠仔病毒71型，这个重症的病例，伫国内又搁再增加2例啊！一个是北部7岁的查甫囡仔，一个是中部也未大侪查甫婴仔。但年热天甲9月开学的时阵，这拢是这款肠仔病毒一个囡仔济上界严重的时阵，特别是71型，容易有性命危险。好在咱国内医学团队也真拼势，当咧开发预防针，相信明年咱的民众就会当用到啊。肠仔病毒疫情继续传出，疾管署搁再公布2例并发重症的病例，一个是住伫北部7岁的查某囡仔，搁有一个是未满1岁住中部的查甫囡仔，2个人拢并发脑炎，住入去加护病房，治疗了后拢出院。女童的部分呢，她是在发病后的隔天开始有出现一些嗜睡，然后走路走不稳的这个情形。那男童的部分呢，是在发病后的第3天开始有一些肢体无力，然后跟就是意识不清的这个状况。肠仔病毒会遐尔严重，是因为伊主要是经过粪口方式，或者是接触到患者喙和鼻的分泌物、喙烂等方式为人。所以病毒会伫肠仔内面初步生炭，佮炭到规身躯，严重者会造成脑炎，甚至讲死亡。台湾捌伫1998年爆发头一波肠仔病毒严重疫情，迄当阵就有78个囡仔因为感染肠仔病毒71型并发重症死亡。国内的医学研究团队自1998年开始研究肠仔病毒71型，到即阵已经互死亡率降到2%。目前国内对于肠病毒71的处理呢，大概都已经标准化了，每个医院都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不太容易再造成死亡，除非是真的送来太晚了。台湾嘛即将要推出国产肠仔病毒71型疫苗，目前国内已经有2间药厂在进行第3期疫苗的临床试验，若是进展了顺利，上急明年就会当推出。我们的国家可能需要讨论一件事：我们的疫苗如果多2家都出来以后，到底是不是我们的小孩要全面接种呢？那这个我想也早日应当要有一个对策出来。不过，医师嘛讲，肠仔病毒每1年拢有病例，头一波伫热天，第2波伫9月开学前后。虽然肠仔病毒71型的疫苗特别伫台湾上市，但是其他型别的肠仔病毒有原伫咧，甚至讲有可能出现新的型别，所以国内的感染控制能力嘛是爱注意。记者综合报道。食毒的情形有影真严重，平均单年拢有6万多人因为食毒互人掠。国检署在30日时阵也公布了相关的资料，今年也已经查到3500公斤的毒品，其中就是安非他命，也就是安那上介多，而且这几年来外籍移工食毒的情形是愈来愈严重。你吸多久了？你吸多久了？
就算讲台湾的警察是表示伫掠毒品，啊，毋过平均每一年嘛是有6万多人，因为食毒来去互掠。国检署统计，今年1月份到5月份查到的毒品已经有3492公斤。过去认为讲是3级毒品K他命上济，啊，毋过这3年以来，2级毒品安非他命已经变作上济。台湾的最严重毒品，其实而且不断窜升的毒品，其实叫做安非他命。那我们国内其实安非他命的人口跟这个相关的数据，在我们观测当中的结果，其实已经往下掉了。今年前6个月有毒品的案件有超过70%是2级毒品。国检署分析发现，外籍人士甲毒品有关系的案件嘛一直增加，同款是接触2级毒品占大多数。从103年到108年的5月份，总共5875个新收的人数，大部分集中伫泰国、越南等等东南亚国家的外籍移工，而且因毒品的来源除了台湾境内买，佮包括透过失联的移工、本地中盘商的药头，而且嘛有一部分是家己偷偷进口。是从他的家乡寄了很多的药物过来，这依照我们药事法的规定来讲，就是输入违禁药物的，因为没有经过我们认证的。那如果这个药物当中就衰，刚好里面刚好设有3级或4级毒品成分，可能就被海关再给调查局就移送他所谓的运输毒品罪。以安非他命为主的2级毒品案件一直增加。警方嘛，甲伊当作是主要目标，就算讲查的行动毋捌停过，啊，毋过国检署讲，政府机关对拒绝安非他命的宣导不够，必须要进一步检讨来改进。记者综合报道。有的所在民众伫咧艰苦的时阵，是伫咧比伊的命较长，也是路较长。亲像伫台东欠缺部分的专科医师，民众要看医生的时阵，有影真无方便。亲像要开心的手术，若是排无，就爱到外县市来治疗。不过自这个月开始，台东县争取到3000万，要来补助在地病院，增加聘请心脏外科加感染科的医生，要来甲台东的民众看病。台东县长期欠缺心脏外科医师，6当前嘛，只有1位心脏外科医师愿意来马街台东县医服务，但是无法度24小时驻诊，敢若会当自问开刀。造成真侪需要心脏手术的病人爱去外县市看医生。啊，毋过对这个月开始，台东县政府争取到华东基金3000万，提供马街台东县院会当对外县市的病院聘请心脏外科医师轮流驻诊，互台东的心脏病患者除了已经有完善的心导管手术治疗之外，又阁有24小时的心脏外科医师会当随时抢救性命。原则上来讲，他1年差不多手术量差不多40台左右。那当然是因为在早期我们没有办法24小时 stand by， 那未来我想这个数字一定会增加。台东县卫生局今年阁发现，台东西药剂的病患对600外个人增加到强要800个人，爱滋病患者的年纪嘛有下降的情形，但是欠药剂科和感染科的医师，这个做伙提供予台北荣总台东县院聘请1位有药剂和感染相同专科的医师来助诊。洗肾的比率高，所以我们也跟东荣做了沟通之后，东荣说希望我们来协助他一位肾脏医师以及我们的感染科。卫生局表示，9月份过有进行外科医师，年底嘛阁有肿瘤放射科的医师加入，医师人力会豆豆补好到。未来5冬，中央嘛继续支援经费，予台东的7间病院有更较侪专科的技术和团队，去引专科医师来台东解决偏乡医疗的困境。记者综合报道。伫高雄六合底公园内底树下出现了真侪福寿螺的卵，有民众也讲，有可能进前是高雄饮水一个福寿螺才会放卵伫树下顶。市政府也回应讲，这个用过一个所在是咧正陵角的，有福寿螺是真正常，也已经派人去清啊，而且也会定期去巡。规丛树下顶拢是福寿螺的卵，数量最高，互人看到就会惊。有民众讲，是因为7月9高雄真侪所在饮水，当地水无退，才会予福寿螺伫咧树顶生卵。第30等到现场，卵已经被清掉，小可看到粉红色的粉粒，盐菇草包内边也是真多。前阵子下完大雨以后啊，很多啊，因为它这边都积水啊。是哦。对啊，就只有这边那个在电箱上面。湿气相当，福寿螺的话是每一年都有啊，每一年当它爬上来的时候，我一定爱来给它除掉。有民众讲，这边7月9公园积水，这几天来遮散步也看到福寿螺，
市府回应讲，民众指控积水伤久无提，才互福寿礼新娘的讲法是唔对的，因为后仔底公园过去是正定角的，竟然炸着福寿礼，而且即马公园内有生态池，福寿礼阁会休眠，有可能是最近雨水才会造出来。凹子底那边本来以前就是一个菱角田，然后想谈的福寿螺在台湾里面很多的水田都可以看得到福寿螺嘛，在干旱的时候它有些裸体就休眠了，那下雨来的时候就跑出来，然后做繁殖嘛。高雄农改场讲，后仔底公园的福寿梨以相片来看数量无多，只有福寿梨是毋是伫咧树顶生卵甲积水无体无啥关系。这个人讲福寿梨卵要孵化，确实爱有水，若是无水就无法度孵化，就自然死亡。民众免伤过担心。只有公园内面的福寿梨卵也袂影响生态，若是要选毒，建议将卵缀好水就应该，唔免喷药。记者综合报道。金门的高粱酒是有影真有名，不过用来结酒的高粱，自咱本土来出产的是无够四成。台南农改厂经过9年的打拼，最近也发表新品种的高粱，也就是台南7号加8号，伊唔惊靠旱，也免阴残，也因为种稻啊爱用真侪水，农委会希望伫地站下旱的所在来推广种高粱。看到一阵风土高粱田来吹过，甲伊摕来结酒，就会当变做拿像透明的钱高粱酒。啊，毋过国内种做的面积较小，大部分拢伫咧金门。嘛，因为高粱酒的原料有96%都拄过外来进口。台南农改场经过9年的打拼，研发出毋惊渴，会当冻白糖，而且更毋惊做水的新品种。台南7号，啊，还有台南8号。从种到收都不用灌溉，哦，比起水稻来讲的话，至少它1公顷是可以节省1万公吨的水资源。前期耐旱，后期梅雨季的时候，它又可以耐梅雨。台南农改场希望讲新的高粱品种会当推销去中南部落涵的区域，希望农民改进这种用水较少的作物，一边会当减少政府收购公粮的压力。啊，毋过另外一方面，嘛会当提高高粱的自给率。如果能够推广在黄金廊道的话，那边的话是最重要的，因为那边是节水很重要的地区哈。我们希望它能够节水又不要这个地层下陷这样。新品种的结酒出酒率会当到42%到49%，比以早咧做饲料用的高粱敢若35%比起来，7号甲8号2个品种分别适合伫咧早冬甲晚冬。假使讲会当成功来推售，农民1公顷阁会当得到补助6万9千块，而且阁加上作物的收入，会当比政策的利润阁较悬。记者综合报道。人讲英雄出少年，美国国家青年爵士乐团，这个团员大约拢是10通火啊，因台北来到台湾进行交流，而且头一站就是去到桃园的武陵高中来进行音乐的交流。用轻松的方式伫咧舞台顶演奏 ，NYO Jazz 美国国家青年爵士乐团的团员，年纪只敢若16到19岁。是全美国上赞的青年音乐家，每一个成员即兴表演的能力拢正强，也当正紧就甲其他团员的表演相接起来。台顶的表演正精彩，台下的泼花声也拢无停。我们就可以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大，就不会局限在我们自己的学校里面，然后学习到很多。即兴对台湾人来说比较少见，非常有趣，非常难。但他们在16到19岁这个年纪就能，就是做到这样的标准，我觉得非常厉害。NYO Jazz 2019亚洲巡回演出第一站台湾，先第一遍来台湾，第一站就到武陵高中进行台美青年的音乐交流。台湾学生也去民谣联曲、丢丢蛋啊、天鹅乌、望春风精彩演出回应。And we're very excited to hear the group of students here perform. So we're looking forward to this exchange of cultures and ideas. It's going to be really wonderful. 今天我们的曲目也选择了有关台湾文化意涵的一些音乐，那也希望透过这样子能够促进双方对彼此的文化有更多的一个认识跟交流。学校讲，透过交流，除了希望会当用音乐来交朋友，也会当增加学生演奏上的风格，同时会当培养更加多台湾上赞的青年演奏人才，走上世界舞台。记者综合报道。我的新闻用台语，
配合正确的台语字，专业的训练最低一天有4节陪伴你。台语新闻是几六台，要看正确的就对遮来。伫南投德山有一间图书馆，特别邀请老师甲大家来吟诗作对，希望传统文化的四句联会当流传落去。这个老大人对老师那吟诗动作那比，看起来拢学甲真欢喜，而且真侪阿公阿嬷当初时是小少来学，一学就学几若工。吟诗最有兴趣的，嘿，囡仔的时听人吟，啊个电视迄个做钱来也无吼，伊个吟诗感觉足好听，所以我对这最有兴趣的。学员唔干那有老大人，阁有袂晓讲台语的学员，嘛对阿公同齐来上课。对，今天其实我是陪我外公来的，然后还不错啊，就是可以和长辈一起这样听这个台语诗歌。本身嘛爱吟唱四句联的德山镇长讲，因为看到这个优美的传统文化会豆豆啊流失，特别办四句联的课程，希望更多人体会台语诗的水。让这样的一个文化能够在竹山鹿谷地区能够长长远远久久的一个流传下去，这是我们期待的。记得老师嘛讲，除了会晓认捌拼声、字声和日声的发音，上重要的是要安怎透过吟唱表达出诗的意境。除了来研究、来欣赏咱古早诗人因遮的学问以外，过来就是要互你会当来体会、来应用，互咱的生活过了会当更较有诗情画意。老师讲，透过吟唱，唔但会当了解古早人诗句的意义，嘛会当排解家己内心的情绪，消透生活中的感触，互家己的生活更较有意思。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是要落雨，也是出日头，来看气象预报上明了。北部地区为26度到36度，中部地区为26度到35度。南部地区为26度到35度，南部地区为26度到35度。咱来看外岛地区，为27度到34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新闻最后也带恁来到哥伦比亚，看因庆祝选手赢比赛画面，也感谢今日恁的收看，我是嘉豪，马上同一时间咱再会。传说雷公的温人是倒一款人，你敢知影咧？A. 贪官 B. 海产。